来继续来看艺人黄子佼，因为购买甲持有2259题儿童青少年的性影像，一审互判刑8个月。今仔日二审宣判，高庭法院讲，黄子佼已经甲37个被害人和解，而且有弥补的具体作为，所以改判1年6个月，假罪4年。被害人的律师嘛讲，尊重判决，未告上诉。 过去伫咧镜头前局中，甲被害者回释咧，艺人黄子佼涉创意私帮案，持有超过2000部未成年性影像。二审判决前，黄子佼则透过律师发声明讲，已经全部和被害者和解。顶个月上尾辩论，搁伫咧法庭流目屎，一审判8个月。二审期间，黄子佼讲，这是伊伫咧法律禁止前导立影片，有和被害者和解，要拼假罪和免关。高庭二审改判1年6个月，嘛得到假罪4年，专案会当搁继续上诉。为斟酌被告所为，同时涉犯 非法收集、处理个人资料罪，并应加重其刑。本院合议庭经过审理后，认定被害人的人数为37人。我们尊重司法的判决，对于我们和被害人来说，刑度的长短有没有去关，从来不是最后的目的。我们知道还有被害人还在角落里面，没有人帮忙。被害者律师面对媒体讲甲脑光啊甜，看到黄子佼讲和全部被害者和解，互野了者看甲真倒弹。控诉黄子佼和解的并无包括伊要讲性骚扰，含就是要解伊困的女性。对黄子佼的回释咧，是为着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被告有弥补各被害人所受损害的争议以及具体作为，37位被害人也都同意给予被告缓刑的机会。被害者律师表示尊重判决，未搁再上诉。若风波敢会收煞，就要等全部的案件结束才搁评判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